賭神達人師傅在上，細佬阿星在下。細佬3歲過澳門，4歲入葡京，5歲都賭到變成精，6歲就學人行路正，點知7歲咧輸到冚家拎。今年行年27都仲係一事無成，咁啊想話拜於賭神門下咧，能夠學到一技傍身。咪住，你拉出條褲鏈有咩意思啊？我話想嚇嚇賭神，俾個下馬威佢啫嘛。阿叔你都嚇唔到啊，收翻埋佢。哦，好嚟。喂，頭先你吟沉沉咁唔得喎。我轉能力噶咯。盡咗能力先唔得。俾次機會添啊。冇機會啊，等我叔示範一次你睇啊。好啦，換位啊嚟。嗱，過嚟揸住部機啊！哦，慢慢搖上嚟，影住我頭。俾心機學嘢啊！知道。Action！ 賭神師傅大人，敬啟者，小弟摩羅星。阿叔，你有新幾啊？唔好玩啦，正經啲啊！小弟摩羅星，行年27，一事無成，幸好心術還算良正。願阿師傅你收我為徒，等我有一技傍身，他日行走江湖，鋤強扶弱，為社會服務，為國家捐軀，為自由，愛自由，自由萬歲 Very good，very good，very good。OK，OK，可以寄餅帶過去。咩寄餅帶啫？而家係你拜師啊，定係我拜師啊？照我版本做一次。唔係啦，我諗年中可能有1000幾百盒呢咁嘅帶寄俾佢，人人都係咁做嘅。真係？我哋要與別不同，就不如搏一搏啦。搏一搏。昨日我菲律賓工人行過街市，聽到有個賣魚佬講話，有條友仔叫做賭神，係你。我當堂嚇跳，然後得啖笑。呢個世界居然有人自稱為賭神，咁即係分明當我流啫。嗱，我叫做賭聖，你賭啤都要戴隱形液晶體眼鏡啊！我睬你一嘥氣，直情睇穿牌嘅，呢就叫特異功能。呢度有隻煙屎。只要我輕輕一啜，就即刻變為一隻巢咗嘅煙屎。因為我未發功啊嘛，我發咗功就變副麻雀出嚟都得。你話我果然無厘頭啊？我就話你瞓醒戇狗狗咯，忙咩啊？條氣唔順就發個輪嚟，大家研究下。當然你要補翻100幾萬個，我就唔再講噶啦。啤咩啊？學嘢唔使錢啊？抄低我聯絡電話係香港3345678，我再重複一次係香港3345678。你唔揾我冇所謂，因為呢啲係你嘅損失。10點後鐘唔好打嚟，因為我瞓咗。發神經。